主人講，佢都係望翻個開揚嘅山景嘅。一入到嚟大門口咧，就見到呢個飯廳嘅位置。咁啊，358尺實用嘅兩房咧，屬於偉華中心最大嘅兩房間隔。咁啊，呢個女字廳嚟嘅。咁呢邊係客廳啦。咁兩間房業主變成一個房，咁所以而家咧客廳非常光猛。呢度係廚房啦，兩邊工作台。咁啊，業主都大裝修過㗎。咁啊，櫥櫃啦，台面換晒新嘅。咁啊，地板非常之新淨嘅，仲可以用到10年8年嘅。客廳景觀咧非常之開揚，間翻可以做翻一個大房出嚟嘅。咁佢都係望翻個單邊開揚嘅山景。浴室業主都裝修過晒嘅，非常之新淨。呢個單位一直買可以直入，唔使裝修。咁啊，配備呢個企高，支寬床，放到雙人床，景觀一致，都係望翻向西北嘅一個開揚嘅山景。呢度係一個入場。